你面条甲青条的中间，把所有地方的古水啦，通通拢来迁到你度，迁到你度。哦，所以才规个古树拢较少啦。哦，啊慢慢啊到青条了后，哦，青条开始，啊咱慢慢啊来，所以即摆来，要讲各位同学所介绍的过来，咱平稳的问题啦。请问你，才能知影咱这个地名是叫啥？咱好讲，咱平常好讲。咱家好比的是地名是叫做啥？知道？啊？较大声。彩虹桥，无啦，球桥。来，对老师讲一道吼，彩虹闽南语叫做桥，桥桥吼，桥吼。天边有一条桥，桥啦，桥桥啦。唔对，桥桥是最近这几工仔有诶，我是讲咱遮有地名。你敢知影讲咱遮有底是叫做啥物？火烧地，火烧地，对啦。火烧，啊，毋知拢行咧火烧。火烧应该是安怎起厝做材料，啊是咧烧啥物嘞？烧石灰，是毋是？伊这讲的吼，我捌听过。有可能因遮足侪人啊，所以吼，古早时代就人用要起厝，起厝的时阵，古早毋是用红木头，会使？你搁想一下红木头，啥物叫红木头？唔对，红木头，你看伊拢有朋友啊。唔对，红木头呢？红木头咯，你毋通到时若甲你讲，啥物叫做红木头？红木，啥物叫红？红色的头毛啊。红色的头毛啊，红色的头毛摕来的土。他们叫做红木头，这个国语要怎讲？国语啊，黄毛土，黄头发，不对啦，对啦。红木头，各位有一个名词，叫做剃头。对不对？哦，老师吼是土栽吼，到外间我在那头住的，对不对？剃头上面有个剃，恁厝的菜刀上面有谁？上面有苗子，剃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有剃啊哦。咱家办的凤凰呢，爱去干东西。剃头就是讲，伊迄头一剃了安怎？会遮甜的，甜烘烘啊，像啥物？那是不是？